再来看台中市的都发局要求成功3月，佮爱甲外墙的危险物拢拆除，暂时最后的期限。都发局嘛甲结构技术去检查，也毋过认定讲佮有安全的疑虑，所以罚成功3月30万。嘛佮要求讲2月进前就要完成，3月15进前嘛爱交外墙的施工安全计划。台中成功3月起步了后，外墙受损，而且有袂少建材、窗仔坑也佮有微无结构，到搭也挂伫了外口。虽然成功3月连续2天派人进行高空移除，而且伫咧18向台中市都发局提送证明，也毋过都发局也是认为有公安疑虑，搁一届裁罚30万块。18号，他跟都发局这边告知说，他已经完成清除，并有相关技师的签证。那我们后来认为我们要再去做确认，经过现场的确认的相关资料跟照片跟现况的研判，我们认为它还是有危险存在。成功3月18下晡表示，已经甲牵涉危险的部分完成移除，而且会同建筑师确认。也毋过台中市都发局18要暗下随会同相关的技术前往检视，发现起步发生的楼层，也有被破击的部分，也是有袂少毁损的建材挂在外口，判定拿入去会造成危险。除了开发以外，限期伫咧2月25进前完成，另外也要伫3月15进前提交外墙施工安全计划。目前早起步现场的建筑师也表示，外墙受损严重，确实有立即性的危险，要量早来处理。帷幕的部分跟主结构都已经脱离了嘛，哈，那这一部分如果有地震来，它可能会再脱离，好，那所以再脱离，而且它是属于高层，它可能因为会有风，它可能飘的距离不是说垂直落下而已，它可能会有一个伤害。成功3月表示，安全防护计划无到周止，会赶紧修正提出完善的计划。也那调查方面，台中市消防局目前也无排除是瓦斯瞬间燃烧，也毋过原因也伫咧厘清当中。检方也伫咧18，搁一届传讯包括员工也搁有工人等5个人，信后请回，目前拢总传讯22个人，也毋过也无人方列做被告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